继续落俺哋嘅重州专题，内政部同卫生署对民国97年起始推动10年817亿重州计划，不过效能唔好哦，预算编列还是得讲年4年路减少，执行5年来预算竟然冇到100亿。重州问题引来影响重嘅，今年6月的重州预算竟然路执行黑的，还强5亿人元，也3年来最里面如系爱用到政府的天意一批金。你比如马内政府根本都冇诚意来推动重启政府，今年又发生四大基金了钱也等问题，财政很棒棒的重启政府还个需要民间来投入资源来解决难题。辛苦乃是咪照顾老人家，对闺女带送衣服的家庭来讲，阿年的夫妇减少为家庭的负担。不过，照几家夫妇6年的统计，民国100年因为经费唔大，平均大概家负担费要先为政府推出将近每230万元。全国有144家家负担费，总共会先推出3.3亿元。动用预备金又像你看，今年又到11月，好，现在都11月到底了。它预算才能进来，那它影响很大，可能各县市有的就是可能没办法支给那个照顾服务员。主计总处向来都不会说不给，只是他怕的是说那个金额，万一灾害需要用的金额预算额度稍微多一些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可以再挪移别的？民国97年，政府推动10年重州计划到今，重州预算编列3亿来减少。97年初内政府重州预算大约是16.8亿，年4年减少到99年初14.8亿，一直到100年初预算将有增加用嘅。不过101年初竟然又再个降大到16.7亿。3年来汉康因为预算唔大，用到天意一批金，像今年初内政府就按算会用到5.6亿元。当时的预算规模是800亿。平均每年要80亿，我们98年1/4，99年不到1/4，100年、101年也一样，都不到1/4。就是说，在103呢，我们会极力来争取。对重州预算係唔係會變重要，都見政府態度行係同步數。10年817嘅預算，經過5年還只行唔到100億。關鍵嘅時間還讀到政府事態基金危機，包含經管會、內政部同衛生署亞調機關都希望引投數項資金，加入關於重州體制。民間重州單位就質疑，數項要債係存錢停貼，一項做法將會不利重州公共化同政府照顧弱勢社會之音。他就会抬高那个价钱，我们怕以后照顾变成阶级化、M 型化，有钱人就住好的，那没有钱的人就可能就变成政府来照顾。这一种我觉得也不应该完全把它排除，因为变成说，如果它是市场导向的时候，这一些有能力去消费的人，他愿意花那么大笔的钱，我们也不需要去阻止他。係唔係會認真數項要查進駐重州體制，各界都限啲評估。不過也未曾係一項可能數嘅重州經費嘅做法。未來係講政府繼續用到天意一批金來指引，喺財政困難嘅情形下，驚怕會直接影響到嘅就係台灣農業人口嘅照顧權益。下個新聞，記者王子涵綜合報道。